今日我要推介嘅好書呢，叫做《我們為什麼要讀書？為什麼要工作》，作者係日本資深媒體人池上彰。呢本書透過漫畫嘅方式講述一個叫隼人嘅中學生故事，用文字同精美嘅插畫解說讀書同工作嘅意義。我好鍾意書入邊一幅漫畫，佢用咗拉麵嚟做例子。肚餓時候我哋會點拉麵，但究竟拉麵係點嚟嘅呢？當中有店家嘅老闆、廚師嘅付出，而拉麵仲有好多人提供食材，就好似麵條、蔥花、海苔、叉燒等等好多配料。生產呢啲食物嘅人、開船或者揸車運送呢啲食物嘅人都係提供呢碗拉麵嘅功臣，而呢啲人做嘅貢獻呢，就叫工作啦。書嘅第一章先話俾我哋知工作嘅意義就係為咗幫人，而其中一個要工作嘅原因呢，就係融入呢個互相幫助嘅社會。書中提到一個好好嘅觀點，每個人都有鍾意嘅事物。如果從還有很多工作能夠實現喜歡呢件事嘅角度嚟思考，就會知道仲有好多工作係可以揀嘅。好多時我哋會問學生：你有咩興趣啊？將來想做啲乜嘢工作啊？學生思維會好直接，我鍾意唱歌，將來就要做歌星。呢本書開導咗我哋嘅想法。以喜歡足球為例子，唔好局限喺喜歡足球就等於必須成為足球選手。從還有很多工作能夠實現喜歡足球嘅心情角度去思考嘅話呢，我哋其實有好多選擇嘅喎。例如可以做職業足球選手啦、球隊公關、運動嘅護理員、足球用品嘅開發人員、球鞋廠商、運動記者、足球比賽攝影師等等。書中亦都提到我哋可以從擅長嘅事物嚟到揾到工作嘅方向。書中提到我哋可以做自己擅長嘅事嚟到提供幫助，亦可以做符合自己性格嘅事嚟到對社會做出貢獻。所謂嘅擅長唔一定要達到專家等級，而係你善於做呢件事多過其他事就可以啦。然後書中提到工作同金錢嘅關係，付款就係為咗表達對他人感謝嘅心意。喺日常生活中，當我哋受到人哋嘅幫助嘅時候，我哋都會禮貌咁講聲多謝，去表達我哋嘅感激之情。而支付費用呢，都係一種相似嘅表達方式。我哋透過呢啲行動告訴對方：好多謝你煮咗呢餐咁好食嘅飯俾我食啊，我覺得好幸福啊！多謝你創造咗一個咁靚嘅產品，我好鍾意啊！就係因為咁，當我哋進行消費時，付款係表示自己認為嗰項工作係值得嗰個金額嘅。當我哋去購買商品或者享受服務時，可以好好思考背後運作嘅方式，時常保持感恩嘅心情。至於點解我哋要返學，點解要學習呢？作者將學習分為兩個角度去睇：義務學習同自主性學習。自主學習就係自動自發去學一啲自己感興趣或者自己覺得必要嘅事，而返學讀書就屬於義務學習，係為咗打好將來社會嘅基礎，拓展將來嘅選擇機會。過程中，我哋會擁有自信嘅經驗、成功感，會加強勇氣、心理嘅韌性，亦都學識溝通、獨立思考、抗疫、解難等等。而不知不覺間，我哋都會發現自己嘅專長同埋興趣。好鍾意書中嘅金句：人生沒有正確解答，不妨多方嘗試。冇錯，喺成長嘅路上，我哋會認識唔同嘅人同事。感興趣嘅事情亦都可能會改變，擅長嘅事情亦都可能越嚟越多。就算好早都定到目標，亦都可能會有感到迷茫或者變更路線嘅時候。仲未有明確目標方向唔緊要，只要誠實面對自己，總有一日會揾到想做嘅事情。人生嘅可能性係無限大，無論係工作定係學習，重點係保持好奇心，透過不斷摸索探索，揾到適合自己嘅興趣同埋工作。我認為呢本書包含咗好多種嘅價值教育，例如責任感、承擔精神、勤勞、堅毅等等，亦帶領讀者從一個全新角度去思考點解要讀書，點解要工作，從中明白到自己需要面對嘅係乜嘢。學習過程係可以建立到責任感同埋承擔精神，我哋亦都需要勤勞同埋堅毅先能夠實現自己嘅夢想。對讀書或工作有啲迷茫嘅你，不妨睇下呢本書啊！